祖娘娘，你好，我是无事坐巴士的厝婷，今仔日真欢喜来到白沙屯食，对今年开始要对你来北港进香，今年我有报名这个进香的巴士，希望妈祖保庇咱大家每一位香灯卡拢会当平安顺遂、健健康康。嘛，请妈祖爱甲咱保护甲咱保庇，互咱大家平安大趁钱。多谢妈祖娘娘，多谢。足香的呢，听讲有好料的，来食饭。寿喜饼，对，几素丝辣的好，好啊，谢谢。多谢。这边应该是炒的，摕一寡炒的菜。来，来往前啊！我跟进。包叔姐，包叔。对，来，辛苦啊，辛苦啊！多谢。哦，满呢，哇！唔知食了无？喂，上，甲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每一个香灯卡，常像我安尼要来参加进香拢会感觉讲，哎哟，到底是爱食菜还是不爱食菜？爱食菜不爱食菜？爱食菜不爱食菜？安尼丢毒啦！其实甲大家报告来参加咱这白沙屯妈祖的进香那是会方便的伫咧参加进前的3天上好是食菜。但是开始要出发这一天开始算就开车啊！这是因为呢，咱开始行路咧进香的时阵，定定拢有一寡足热心的民众会提供因的食物互咱食，伊无一定就是互咱菜啊，有可能嘛互咱粗的嘛，所以讲一切方便就好，随缘就好啦。所以今仔日就是开车，一切方便随意安尼。要来食饭啊！我有传我家己的。汤匙啊，搁一寡餐具，这样，哇，好好来享受一下这庙的传的好猪鱼，真正好食呢。哦，这鱼啊有够甜的，搁吃，真正无去凊彩的。愈侪人呢，而且大家拢在排队，敢是倒一个官车要来吗？甲大家讲，不是啦，这是因为有足侪人报名伊是迄个粉红仔式的臂章伊就是爱用行路的我。今年是这青色的，我有游览车，有巴士通坐，所以我的行李我会当放伫个游览车顶。但是若是粉红仔式臂章的人伊爱用行路的，所以伊就应甲行李爱寄付就对啊。就问一下，这行李要寄付是爱先登记吗？先登记哦。是有的先登记，那他10点过后还会现场会释出100名左右还是什么的。我了解。那有位才会当搁放的。没有候补的啦。好。开放候补。当时会当登记哈。你有报名时就要登记啊。报名就要登记啊。伊阵就10几天啊，2礼拜拢登记了啊。车拢登记了啊。是，所以唔是讲18万人拢会当寄回，无遐尼济啦。登记就够在。所以等下恁行路的时阵，恁就免安尼大包小包嘛免用拖甲安尼。好，多谢恁，你嘛辛苦啊，多谢。真正足济人诶。往前接
买好了，然后你就拿着这个，那个交管协助一下，帮忙预约的老师，王老师。我唔敢收大声，因为我知影你无用嘿。还好。我今日看到安尼啊，我真正惊到呢，因为就规模的，啊，就有系统的，就是拢袂乱安尼呢。所以恁本身厝的是咧做货运行是无？还是恁当时开迄个航空公司的？我这那个出国咧 booking 我嘛就想要安尼，问题唔是。嘿，大家拢是为妈祖来服务啦。所以咱游览车一台游览车，甲因载40个行李，100台游览车才几个扣哩？哦，100台4000件。是安尼吼。对。啊，你看阮安尼3台卡车，我会用载1500个甲1600个。进香即摆人愈来愈多，咱的队伍就长的。是。所以咱庙方就希望讲，咱队伍会缩小，会用减轻咱去甲人排的钟头的时阵，影响到人的交通。这是包伫咧报名费内底，无另外收钱的呢，对啊，我感觉无简单呢。完全是免费的服务。嘿。哈，那因为咱今年咧服务的时阵，算讲头一年。编入咱庙的正式的队伍内底，是，即人有心，拢来甲阮来赞助安尼。所以一开始啊，大家就阮买龙车啦吼，一台龙车1万块，啊嘛真侪人叫有甲咱斗停小停安尼，包括每年的龙车，阮的钱拢已经到位啊。所以你的意思讲，真正有人捐钱，就是受到你的感动，受到你的甘心就对啊。应该毋是讲受到我的感动，受到我的甘心，是受到妈祖的照顾，妈祖的感动。其实我知影，你会来为妈祖做代志，其实是有原因的，对无？是跟你的健康有关系。对，迄阵咧，我曾经生一场很大的病啦。是。那因为妈祖的照顾，甲我按鬼门关救回来。所以我嘛发完讲，我要替妈祖做代志。是。做会到，我就尽量做。是。啊，愈做愈健康哦。有啊。愈做愈健康。是愈来愈水呢，本地就水底啦，即摆愈来愈水。哪有法度甲你比起来，阮就差足远的啊。哦，真正，其实我真正就感动，因为白沙屯妈祖的进香，真正是一年比一年更较侪人来参加。是，我嘛足骄傲的啦，因为阮的信仰得到大家的肯定。好，因为我家己的信仰伫遮。那我的信仰嘛，愈来愈侪人的信仰，鱼有容易，实在吼，啊嘛做了够有成就感的。这是一个善，吼，咱讲善循环，对，是一个善的代志，咱甲传出去就对啊。对。我明年改做卖坐巴士，我来对恁来服务。甲大家来表现，真正的，我真正的，教我一个，我是讲真的，对，绝对不是为着这个效果。无问题，我明年等你。好，我来做志工，谢谢。安尼我先报名哦。无问题，我带老资料给你。无问题，无问题，哈。好，谢谢你，你是无？你是无？好，我等下要来带妈祖。起价，用卡的，对妈祖是用卡的，无问题，Go，好，你是无赢，好，我过来谢谢 ，OK， 没问题，再见，拜拜，路上见哦，好。即摆因为时辰还未到，所以吼，咱这香灯卡，咱这信徒都伫咧遮点啊等，吼啊，大家拢袂吵嘛袂乱，啊吼，重点是大家拢甲帽仔甲脱帽，就是表示对妈祖的一个尊敬。山边妈祖步已经到啊！要同齐出发来进香，来北港进香。山边妈祖已经甲白沙屯妈祖合体啊！啊，今年的报名哦，香灯卡的人都是179971个，大家正念倒念，拢同款哦，吼，179971，这就是讲哦，白沙屯妈祖甲山边妈祖因两位姊妹啊，吼，妈祖姊妹啊是好姊妹啊。从古早时代开始，因两位都爱做阵去甲北港进香，啊，到
即嘛嘛，阁是安尼，有缘感情遐尼啊好啦，永远拢爱做伙，永远拢爱一起就对啦。哦，这个感情我真正会足，互人足感动的。啊嘛表示讲吼，遮的妈祖婆真正足灵舍的，甲咱地方的民众啊，甲咱全国的民众拢顾甲足好的，大家拢足平安的，足健康的。我们这个高山阳光来自中上山北高温天九谢六现改北港第一。把那个杨家那个人他今下就来推荐了，那个谢六的插播不错不错来前后写了。真好，真好看！真美，开心呀，开心呀，今天啊！进香的巴士加2排停了满啊！咱这回是坐几车？来，大家帮我看一下，92车，吼，92车。啊，即摆看到这48车，过来咧，29车，可能爱找到92车，爱费一寡时间哦。29车，好。虽然讲进香的巴士游览车已经伫遮stand by啊，不过我感觉我即马先开始行，我的体力还阁有诶，所以讲我先用脚来行，先免就巴士，免就游览车。等下若真正忝，才来休困。31车。忝嘛，请上车，啊袂忝，打开始尔，继续行。伊咧喊啥？妈祖，我爱你。阮来11年啊，11冬啊。哦。